鄭板橋，名薛，字克柔，號板橋，清代畫家、書法家、文學家。佢出身寒微，乾隆年間中進士，任山東範縣、維縣知縣。之後因為請將得罪上司被罷官。鄭板橋去官之後居揚州，以書畫為生，擅長畫蘭、竹、松、菊、石等，又以蘭竹著稱，為揚州八怪之一。佢嘅畫取法石圖，又吸取徐渭等人嘅創作思想。佢嘅書法喺行隸之間，慣以畫法作書，結體縱橫錯落，人稱亂石鋪街，自稱6分半書。佢嘅主要著作有《鄭板橋集》等。鄭板橋早居蘇州，之後遷居興化。佢生於1693年嘅農曆10月，當時嘅時令為小雪。按照當地嘅風俗，小雪係雪婆婆嘅生日。鄭板橋同雪婆